即个大家平安。即摆咱来准备先，今仔日早起会敬拜吼。那要敬拜以前，咱先来念，今仔日要念的两首信息，咱拢平写吼，所以咱会使直接来念。咱请 PPT， 67首，针对67首开始吼。我先学老上帝。咱先来读头一节甲第二节的歌词，哪开始咱来想内底意思吼。咱先来读听我听吼。预备来，我先学老上帝，大家来读哦。树木长门水船。好，第二节吼，再过来读后边来。溪水高高青翠。头两节吼，就是用大自然的水吼来形容上帝创造的伟大。我想着，咱即摆过年，咱大家应该拢有去当地大家厝啊，还是讲去一个旅游，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应该有同款的体会吼。总是到第三节，即个是就讲看到大自然的水，总是人世间的捌。吼，感觉讲敢若太大吼，太赢好大安尼，吼。但是有一个真大的确实，就是讲上帝永远掌管，吼，歹就会安尼去歹。有一天，地面上的歹都会拢回转以后，天上地下所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世界，吼。咱做伙来念第三节，吼。第三节，好，咱大声来念一遍，来。我是不如兄弟，你的不对己配，随我快来将其中，容易能当的事。我有四好朋友，我最近吼，唔知安怎，那对迄个150年前吼，马街前后的迄阵的宣教师外国人吼，因来台湾的宣教非常有兴趣。我就读到一个叫做李修啦，李修牧师吼，是一个外国牧师吼，伊拢伫高雄、彰化、中部、南部吼，伫遐走走。伊无遐尼有名吼，是因为迄阵的宣教师拢不是来做医生啦，来设学校啦，所以因的事迹吼较有人注意。这个李修牧师，伊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安尼。吼，然后伊吼嘛是一个27岁时阵吼就回来台湾，然后伊离家死伫国家75岁死。他的一生吼上灿烂的贡献到台湾，真有写出研究，真有做事。咱今仔日要讲的，只是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伊做的事哦，吼做的事吼。所以，伊吼来台湾当然，就甲一般的迄个小教师共款，拢学家己嘛，伊阁学客家话。所以台湾头一间的客家教会，就是这个李修牧师所创立的吼。可是，拢台湾一寡，拢反正都已经变成乱葬岗，无啥物人去家己念。总是我想上帝去安尼所做吼。咱来，咱直接来唱第一节就好哈。我有几个朋友，好，原来我有几个朋友，要说笑话，以为。
安心袂无过哦，毋是无改哦，无过吼，耶稣上我，耶稣上咱嘛上耶稣吼，咱来准备心今仔早起的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即马来开始咱的敬拜。
召开，对在深入马里亚出实行，稳定遇到都好，电信的系改造程度，给三年对象的国外，你他这里在那个内容的话题，你的呀在新马在西南，发现现行，现多我们告别，现我的小通，在下面有的国外。另外一方面，请坐。咱即时来考验，考验文第21篇，信息后壁，考验文第21篇，诗篇第100篇，我来考验恁来念。全地就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呼噜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咱做伙来祈祷。阮坐在宝座顶的天父上帝，你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来呼噜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关于荣光、公义、仁爱的神，你是赐阮活命的神。阮要来开喙唱歌来呼噜你。来称颂你的大尊名，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保守阮踏你的脚步，逐时拢甲阮伫地。主啊，感谢你赦免阮一切罪甲过犯，互阮在基督内成做一个新的人。阮的主啊，在遮阮来恳求你来复兴。互兴南口教会，互阮有合一的心，共同的看见，彼此的帮赞，搁较体贴你的心意，互阮有份在传福音、大使命的事工中，互阮踮在南口，诚做根，诚做阳，诚做你对众人的祝福。主啊，阮在遮嘛要为阮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亲手来甲因医治因身躯的病痛，来安慰因艰苦的心。稳定怜悯的主啊，阮当中有欠缺，有侪侪烦恼的，心内忧闷的，求你来甲帮助，求你互因平安甲喜乐。主，阮多谢你，因为你是听阮祈祷的主。即时，阮要用主教是阮的主导文来祈祷。阮的天的父，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在成，你的旨意在地，我们的事情还要做，下面我的工，请求我们感谢你的国门的门，你的少一起，你的我的反应的爱，你的国门的门。哥林多人书前书第6章第19节到20节，我来看。耶
但是恁毋知，恁的身躯就是信心的殿，信心踮伫恁，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搁恁毋是家己的，因为是用价钱买的，所以就伫恁的身躯用光人光上帝。咱即时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学乐煞就请牧师来感动。
咱三个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会当伫你所竞选的教会三甲组织，三甲敬拜上帝，三甲学了上帝。这是阮伫遮求主聆听阮，求主赦免阮，求主坚固阮的信心，帮助阮，因为阮知影，阮是你用重价所买来。主啊，有时阮无明白，人甲人中间，为虾米会有遮尔济无爽快的代志来产生？阮你当是你所创造的，总是当阮甲人之间的过程中间，有时阮无法度徛伫对方的立场来设想。你教阮有侪侪的冲突，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感谢你的上帝，互阮会当透过今仔日即段的圣经节，搁一遍来分享。阮是你用重价来赎回的，毋若是干若用一般世俗的眼光来看。用买的，阮是你用重价来赎回的。主啊，搁一遍怜悯阮，保守阮，帮助阮，来改变阮的生命，互阮会当亲像你遮尔温柔疼人。感恩恳求，奉最后所基督圣名，阿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19、20节，其实今仔日牧师要搁用搁较长的经文，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要透过哥林多前书12节到20节，总是当然重点是放伫即个题目重价买来。我相信咱伫人生的每一个无共款的坎站，特别是咱看到咱伫社会上啦吼，咱所谓伫社会即个入世的世间伫遐咧生活。难免有时咱会世俗化、社会化，所以为虾米咱要逐礼拜来到上帝殿来敬拜阿罗主？为虾米咱要逐礼拜透过伫团契内面的生活，伫小组内面的生活，这是真重要。所以牧师嘛有遮特别邀请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伫新正已经过年过啊，我相信这咱是。拢伫过年的期间，甲兄弟姊妹、甲咱的亲情朋友有真好的交汇。我相信这是真好的一件事。透过伫新正过年的常时，今仔日是咱讲即个元宵，元宵，由主来怜悯，帮助咱，会当虽讲有欢喜的日子，犹原咱嘛爱面对侪侪伫世间内面有。伫社会顶悬有侪侪即个丧失的人，也是讲即个丧乡的，咱特别恳求主来帮助咱的心智。虽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我相信拢过会得去，过会得去。总是咱犹原互咱即个正做一个目标，咱会当安怎样来帮助遮个优势？这是圣经顶悬上帝的教示，最后所的命令帮助咱。所以咱爱开始改变咱的生活的态度，新的一年开始，迄个生活的态度爱改变、爱调整。毋是迄个旧的我伫咧内面做啥物款的代志，拢是即个我以我为中心。咱爱想着为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时阵，看到互相互相的迄个需要的过程中间，所以咱今仔日看到。即段经文内面，特别是咱看到哥林多教会，其实伊有侪侪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着侪侪问题的教会，所以当咱若详细伫遐来读的时阵，咱
咱会当看到上帝即个上帝对即间教会的疼，就敢若亲像上帝对咱的疼共款，咱即间教会的疼共款。所以嘛了解上帝对教会的要求，这是真重要。牧师较无做侪的要求对咱兄弟姊妹，所以伫遮牧师对咱无欠教示无够了，所以互咱有拄时毋知影家己的个性伊的迄个过程无法度做信仰的调整，牧师甲咱兄弟姊妹会失礼，所以有可能以后牧师讲道会较酸，会较咸，会用骂人。请兄弟姊妹，咱爱即个包容包容，但是透过圣经我毋是咧骂人是透过圣经咱爱来想，爱来思考。所以这是上帝对咱的要求。有时咱嘛会看到，有可能咱嘛会犯伫圣经顶悬即款的错误记载伫顶悬，或者比如讲今仔日咱看到的哥林多教会，所以借着即款的学习，会当帮助咱伫咧即个正信的道路顶悬，知影讲要安怎样防范即款的错误，嘛会当见证上帝的恩典甲荣耀。所以今仔日牧师搁扩大，小可扩大，哥林多前书第6章为12节到20节的所在，咱做阵来学习，同家买来你我，咱要安怎来思考。所以头一点，你看兄弟姊妹分享一点没有出来。要紧，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咱来分享的，就是咱同家买来即个赎回的过程中间，其实咱做代志做事处理做事，即款的原则是啥物？要透过哥林多前书12章到12节到14节做阵伫遮咱来分享。伫即个所在讲着。伫即个所在讲着讲啥物代志我拢会当通行，但是拢无有利益；啥物代志我拢会当通行，但是无论倒一件代志，我无受伊的限制瑕疵。迄个意思，我相信即段咱应该真清楚。啥物代志拢会当通行，凡事我都可行。啥物代志我拢会当通行。即句话应该是保罗应用哥林多教会当时兄弟姊妹常常咧讲的话。啥物代志我拢会当通做，啥物代志我拢会当通行。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安尼讲？可能是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头一方面就是希腊人当时因的思考、因的想法，就是因真看轻身躯，因真看轻身躯，因认为讲身躯是污秽、是垃圾的，因认为身躯是坟墓。所以比较你看希腊的哲学内面有一个真特别强调的这个纵欲主义啦，纵欲主义，纵欲，迄个欲望、放纵欲望即款的主义产生，因认为讲灵魂是圣洁的，身躯是败坏的，所以安怎样放纵家己的这个身躯情欲拢无要紧，拢无要紧，无影响到灵魂的圣洁。所以因的观念伫咧迄个当时，所以比较伫咧哥林多教会，也是讲哥林多即个所在有真侪的淫乱的问题存在，甚至是当时希腊的社会内面，真普遍的现象，就安尼来产生。所以男女的即个关系非常随便。另外一方面，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阵有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但是真侪哥林多人开始误解即个使徒保罗伊的解说，伊就真叫做基督徒自由我就会当自由安怎？自由做想着就要去做代志，无受任何道德的约束。所以其实保罗的观点是咧讲啥物？伊咧讲真理顶悬的自由，毋是放纵情欲的自由。所以保罗引用因真爱讲的即句话。所以，互伊有两方面的限制，但是就是基督徒确实凡事拢会当通行，但是爱知影一件代志，毋是凡事拢有利益的。所以基督徒行成事即做代志的原则，就一定爱安怎？荣耀上帝的名，
袂当伤害人，袂当侵犯别人的利益，爱用听做标准。这值得咱来思考，值得咱来思考。所以另外一方面，基督徒无论做啥物，拢无应当受限制，是啥物啥物限制？譬如讲，伊现在讲，通明显的就是，比如讲食薰啦，咱讲啉酒过头，食毒等等真多，所以若染即款的歹习惯的，就是互迄个习惯压制掉。所以有人可能互网络游戏压制掉的，手机压制掉的，有人开真侪时间伫遐来看电视，甚至互其他的歹习惯所压制掉的。所以咱伫遐毋要紧，就开始开始真自由做真侪上帝无欢喜的代志。那安尼就是压制掉。所以，而且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凡事拢会当做，但是爱安怎？爱荣耀上帝。你要甲咱冤家好，但是你有荣耀上帝。这是真重要一个原则。你要找人理论，你有荣耀上帝。这个原则咱爱有，每一包括牧师咱拢爱有，而且咱爱荣耀上帝，无迄个无好的代志，还是讲人会互人跋倒的代志，比较压制掉。前几工我去保养车，保养车，听到迄个车行的即个老板。伊扫甲真厉害安尼，扫甲拢爱跍落来，继续扫安尼。因为我甲伊较毋是遐尔熟，所以歹势甲伊问讲，你身躯是安怎？但是伊扫了后，我看伊搁在食薰，搁在食薰。后来看伊朋友来找伊，甲有薰要摕互伊食。伊喙内面讲，哎哟，爱改啊，爱改啊，但是继续在食。但伊个朋友就讲你你一工食4包薰的人要改啥物薰啊？要改啥物薰啊？我较知影讲伊烟瘾遮大食薰遮大烟瘾，所以头家就甲迄个朋友讲伊前几工昏倒搁若改，送去病院去急诊，伫急诊的所在搁昏倒安尼。原来医生甲讲，因为伊然后扫甲太严重的、太厉害，比较脑部短暂缺氧，所以昏倒。安尼爱搁继续食薰安尼。所以可见一件代志，一工食4包薰，互即个薰安怎辖制住了，压制掉了。所以咱会当清楚知影一件代志，耶稣救赎咱就无共款啦。啥物款的代志是会无共款的？你开始对人处事，你开始对一件物件袂遐尔袂遐尔依赖。所以，迄个救赎是无共款，因为你会当了解，你会当去体会，你会当去感受着。所以，伊要帮助咱会当无犯罪，无被即个压制的自由，伫迄个遐控制着。所以，这是真重要一件代志。所以，亲爱的姊妹，我毋知影咱是毋是有迄个过程。一款物件，互咱压制掉。咱本来无爱，但是咱却要继续来做。所以，即款的观念其实伫希腊文化因的社会，定拢会产生，定拢有。所以，咱来看第2段的经文内面，伊讲食物是啥？为着腹肚是为着食物，但是上帝要叫这2项拢毁坏。身躯毋是为着淫乱，咱是为着啥？主也是为着身躯，而且上帝已经叫主搁活，伊嘛要用家己的能力叫咱搁活。对12节一直到14节，其实14节线接13节、14节线接使徒保罗讲到安怎，食物是为着腹肚生活，我们的生活，咱的生活。所以这是应该应用哥林多教会因共款习惯的用语。拄则讲，凡事拢会当通行，这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常常咧讲的。即摆佫用另外即段食物是为着腹肚，嘛是应用哥林多教会因习惯咧讲的用语。因中间有真侪人认定
认定食物是为着咧满足腹肚的需要，所以腹肚是为着食物来存在。所以咱对上下文、顶下文，咱来看，咱会当推论出来，因认为一件代志，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就是因禁断嘛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也就是满足身躯的需要，所以嘛是基督徒的自由之一。因无解后，因无解决，所以使徒伫遐真严重，伫遐来纠正，讲迄个意思是食物的确要满足腹肚的需要，腹肚嘛是咧为着食物的需要来存在。人食了物了后，互身躯得到养健、滋养、养健，有气力，有会当通工作甲生活。只是这两项安怎有一天拢要毁坏。但是得到迄个身躯因养分的身躯，并毋是为着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所以保罗书就讲，这就是淫乱这就是淫乱。所以淫乱就是上帝所讨厌的、所无爱的。所以基督徒的身躯是为着主来活，是要服侍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伊承担咱所有的罪，救赎咱整个人，包含咱的心灵。所以上帝叫主耶稣基督对死安怎搁活，到活即个时阵，伊要叫咱的即个会朽烂的身躯嘛要搁活，正做袂朽坏的荣耀的属灵的，咱会当承受永远国度的身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对以上这三点，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这个经文。基督徒咱做处事为人的原则是啥物？凡事拢会当通行，但是爱安怎？爱掠啥？荣耀啥人？上帝，要荣耀上帝，利益正人为来原则是安尼。所以，无受任何的事物伫遐来限制。搁较袂当陷入去淫乱的中间，因为咱的身躯理当应该爱为主来活。亲爱兄弟姊妹，到世界末日的时阵，上帝要叫咱去活，而且得到一个永远活、荣耀的身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奇妙的一件代志，真大的梦。所以咱知影家己的身躯是软弱的，是会朽坏。但是上帝应允要伫咧新天新地中间咧享受，互咱会当有一个啥永远活的荣耀的身躯。所以咱应该搁较珍惜咱有限的光阴，伫咧做人处事，特别是人甲人中间迄个直接。咱知影有的人是咱讲咄咄逼人，直直无理嘛要讲较有理，有理搁讲较搁较有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所以咱当然无得讲是个人的个性环境的关系，咱拢会通开始咧想即个人他会安尼，是毋是因为安怎？总是有拄时咱倒转来想咱家己本身，伫迄个过程中间，愿主搁一遍下面帮助咱，做人处事爱安怎荣耀上帝。所以咱要做每一件代志的时阵，若实属无影响上帝边仔人会看，真系安尼，即个人他安尼，所以求主怜悯帮助咱，这是真重要。所以第一点，做人处事的即个关键，咱受主耶稣基督同价所赎回的，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知影咱家己应该爱安怎做。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是正做基督的肢体。对伫15节到17节的所在，咱若有圣经，也是网络你顶悬来现看嘛，你就知影。线接这三段的经文会当同款用两大段来甲兄弟姊妹分享，拢用减毋知，减毋知。所以，但是咱先来看15节的所在，减毋知，才有写，减毋知，你的身躯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会当将基督的肢体做长期的肢体吗？减毋知，伊听讲啥？断乎不可啊！袂使啊，袂使。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想看觅，使徒保罗进一步咧讲到身躯甲基督
佫有啥长期的关系哦。吼，身躯甲基督甲长期的关系，遮圣经，这是圣经讲的吼。圣经内面有提到长期，因为伫哥林多的所在，有一个真古老的即个希腊的神庙。迄个神庙内面差不多有1000个庙基，啊，互人安怎伫遐做欢乐、欢乐，吼，伫迄个过程。所以，遮使徒保罗大心讲着，咱的身躯是基督的肢体，意思就是咱是属于基督的。咱伫众人的所在，咱组成教会，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躯。我相信这是一直不断咧分享，咧教示咱爱清楚这点。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啥头。所以，这个观念，当然，咱伫这个哥林多前书内面都一直在强调。所以，针对伫当当时，若是干那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问题咧讲，为什么使徒保罗伫当当时要安尼讲呢？即使咱若是基督的肢体，咱就是结连伫基督啊，是毋是？对啦吼。所以咱会当将即个属于基督的肢体，敢会当变成做长期的肢体吗？意思就是咱甲基督联合的人，咱敢会当甲长期联合嘛？所以使徒保罗绝对用否定的语气伫遐来应答，讲断乎不可，绝对袂使。意思就是讲绝对袂使。为什么袂使？这真清楚，你结连的是谁人？咱的基督啊。歹的话，搁结连甲长期。所以继续伫遮16到17节有讲到，兼毋知有哦，岂不知，兼毋知，兼毋知甲长期联合的变，就是甲伊成做一体吗？因为主讲，两人要成做一体，但是甲主联合的，就是甲主成做安怎？甲主的灵成做一体。这是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咧灵修，也是讲看到即段经节，成做基督的肢体，有讲到甲长期联合，就是甲伊变成做一体。后来即句，因为主讲两人要成做一体，毋是讲甲长期哦，是啥？甲主联合，对不对？这其实阁有使徒保罗讲到的，遮甲长期联合的，是变哦，就是变成做甲迄个长期变一体，是对啥？对性行为然后性的行为的角度来讲的。咱若想看觅，说使哥林多教会遮的兄弟，伫信主了后，还阁去找长期来满足迄个性的欲望，迄就是伫身躯顶悬甲长期成做一体啊。使徒保罗引用，伊是引用，这是创世纪第2章24节，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了后，特别是创造夏娃了后，把伊带到亚当的面前，伊迄个时阵设立婚姻，所以伊即款的宣告，因为安尼两个人要离开父母，甲某安怎连结，两个人安怎成做一体，即句话伫旧约内面有出现。两个人要成做一体，所以这是指亚当甲夏娃，当然因借着性的行为，因成做夫妇。伫圣经顶悬有咧讲的性，性的行为性行为性，界限伫夫妇中间，只有夫妇中间才会当。所以夫妇以外的性的行为，拢是咱讲啥淫乱。所以夫妇中间性的行为是上帝所创造的，咱爱珍惜，是相信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是美好的。但是若甲长期中间的迄个性的行为，就是污秽垃圾的，上帝无欢喜的，是罪恶的。所以照着使徒保罗看，照着上帝的即个设立婚姻的关系，伊做一个联想，甲长期发生即个性的行为，就是甲长期安怎变成做一体啊。当一个基督徒若安尼做的时阵，就是将罪恶带入教会内面，互基督的身躯，互罪来吞噬。所以使徒保罗用即款来做比喻哦，这真严重啊！亲爱的兄弟姊妹，所以带领咱搁进一步来思考这件代志。当咱信靠耶稣基督成做咱性命的救主的时阵，
咱伫遐洗礼的过程，也是讲咱相信的过程了后，圣神就住伫咱的内面啊，对不对？是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咱就甲基督的灵结合成做一体，变成做真亲密的关系。所以使徒保罗称即款的关系是甲主成做一个灵，成做一体灵的方面。所以既然安尼，咱无应该甲长期联合成做一体，这是一般咱会当通了解。所以这拢是对兄弟姊妹的角度来看，兄弟的角度伫遐来看，因为会犯即种罪的人，大多数是男性，伫咧当中是。但是反倒转过来，当然姊妹的角度嘛是咱爱安尼来看待。所以伫即个世代，咱讲平等。较是影，咱爱用即款的思维来想、来看。伫咧当当时，即个所谓男性的角度来看的时阵，伊是伫即个时代嘛是共款。所以共款，咱拢做伙伫遮来反省。咱知影有一个牧师，伊叫做周连华牧师。周连华牧师伊对咱台湾的教会有真大的贡献。伊伫咧2016年伫遐来过身，伊享年96岁。周连华牧师伊的牧师娘比伊较早7年过身。迄个时阵伊已经89岁啊，周连华牧师89岁啊。伊的身躯的状况还阁真好，阁会当开车阁真好。当伊的妇人人牧师娘过身的迄天，伊就马上请人甲照顾即个妇人人的迄个女看护、查某看护，互伊无莫伫因兜住，伊无愿意家己单独甲迄个女看护做伙。有人感觉真奇怪，为虾米要安尼做？原来伊感觉家己虽讲已经到89岁啊，但是伊还阁无法度袂使甲一个查某囡仔单独伫一间房间内面。这毋但是要免去迄个试探，嘛避免互别人伫遐来误解。亲爱兄弟姊妹，咱看一个这么严重的牧者，伊伫即个方面是遮尔啊坚持之外，咱是毋是应该相款还有一款的精神？这边真侪牧师在牧会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求主嘛怜悯嘛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过来最后，咱进入今仔日上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咱看到，身躯是圣神的殿，圣灵的殿。18、19、20节，18节有讲到，恁爱倒遐行公义，人所犯的无论啥物罪，拢伫身躯以外，只有行公义的是得罪家己的身躯。使徒保罗用一个画面来伫遐勉励哥林多教会，爱安怎逃避淫行，得享迄个干净。使徒保罗用的是现代命令的语气，你若查好迄个原文，这是现代命令的语气。迄个语气就是伫咧当时拢大家拢差不多拢安尼来做，安尼来行。所以显示当时哥林多迄个所在，特别无得较是哥林多教会，还阁存在即款的罪恶。所以使徒保罗命令遐犯罪的人啊，立刻马上离开，逃避淫行。意思就是面对奸淫的危险的时阵，只有一个方式来面对，就是安怎？紧走，紧走。有印象无？些人紧走。咱伫圣经内面的记载。有些人讲紧走，约瑟对，约瑟。所以上古有咧讲啦，溜赶快逃，溜之大吉。所以咱拄着啥物款的状况会紧走的，一定是互咱感觉真危险嘛，是毋是？真危险，毋是咱爱紧走，而是互咱感觉讲会惊吓、会惊恐，紧走。有人看到家雀、鸟鼠的，壁虎会大声尖叫，紧离开现场。所以一般来讲，咱习俗人看到啉酒醉的人伫路面，伫遐咧喝酒，咱
我咧较袂过去啊啦吼，你知影这啉酒醉就会发起酒痟，所以就爱紧安怎离开。我记我的孙女去市场买菜，啊出门，伊看到迄狗仔，特别阮迄个社区有人饲狗仔，看到狗仔，伊就赶快回家先等一下。我就甲伊讲本身笑，你拄则是伫罗林拄着狮子了老虎了。即个兄弟姊妹，使徒保罗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面对迄个淫乱，也是讲被迄诱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安怎？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所以线接使徒保罗是最后一段，伊嘛有讲着，人所犯的无论是啥物罪，拢伫身子以外，只有行淫的是得罪家己的身子身躯。所以其实使徒保罗伊带有一款迄款咱讲属灵的热心，甲真迫切，伊真意爱，真望伊所牧会过每一间教会，伊是即个宣教的牧会的教会，伫遐会通到遮，逐间咧巡回的时阵，伊拢带着一款属灵的热心甲迫切感。我咧想，这可能只有当我退休了后，才有可能咱拢会邀请咱今年嘛是邀请真侪牧师来甲咱的教会，因拢是属地，其他的教会嘛拢会邀请因去讲道的，一间教会安尼讲过去，用真因真沉重的心情，也是讲即个劝说各方面，迄款的感觉，就是带着一款属灵的热心甲迫切感，帮助哥林多教会脱离迄个淫乱的罪行。所以讲得较夸张啊！其实还佫有真侪罪行会伤害咱家己，伤害兄弟姊妹，伤害咱家己的身躯。比如讲，我拄则讲着嘛，酗酒啦、抽烟啦、吸毒啦，通宵打牌啦、狂欢，哇，太多咧，讲袂了，讲袂了。不过，咱应该当了解一件代志，淫乱的罪的影响的层面是真大的。迄个淫乱的罪，抵到迄个婚姻的破裂。或者较好的破病，无好的名声，甚至家破人亡，而且淫乱的罪对人的心灵嘛有真大的伤害。伫即个世代，咱就看到网络你一拍开，迄个色情的就走入来，迄就是开始要安怎逼迫咱，你是毋是会当离开咱？有真侪咱的朋友咧讲，讲迄个黄色笑话，开始你若有兴趣，你就直直听落去啊。咱爱离开，因为这就是万恶的开始啊！现在兄弟姊妹，咱虽然会感觉这真笑话，牧师嘛伫教会嘛捌听到咱兄弟姊妹无意啦，但是我感觉这唔好，咱要改，袂当将这个双关语嘛讲出来，这是真危险的一件事。这是离开上帝的开始啊！互人离开上帝的稳定，抵到永远的灭亡。所以最后，使徒保罗伫咧19、20节，伊用较正面的方式，毋是直直骂尔，较正面的方式。真诶兄弟姊妹，这真重要。咱要甲人指正，有拄时啊，无得甲确实有影是对方的毋对，但是你咄咄逼人了后，你嘛爱用安怎较温顺、温柔的态度。这就是安怎人会当甲上帝和好啊。所以伫咧即个和好的过程中，咱使徒保罗要求兄弟姊妹。爱安怎？爱要输到最后一节，就是今仔日咱放重点，毋减在恁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嘛。这个圣神、圣灵是对上帝来带伫恁内面的，而且恁毋是家己的哦，因为恁是安怎？重价买来的，救赎回来，所以要伫恁的身躯顶悬爱应跟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安尼来做。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人会当甲上帝搁和好，信心就带伫咧信靠伊的内面。所以这个身躯就是讲称做圣神的殿，咱的身躯。所以真重要，真重要，真奇妙。这个耶稣被称作以马内利的缘故，就是伊甲人同在，伊是甲人同在的神的上帝。
信靠伊的人会当进入这个永远活美好的关系，因为耶稣伊办杀性命的救赎，伊用家己的性命将信靠伊的人安怎买赎回来、退赎回来、归属于上帝。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讲，恁是用大家救赎买回来。所以，因为上帝就是囝用伊的性命甲咱买回来，所以咱遮个人的性命，若是属于家己。过去的性命原本是伫咧迄个即个罪犯的过程中，咱透过耶稣基督的代价、死的代价，互咱搁活回来，进入迄个永远活的国度。所以，咱就无为着家己来活。意思就是袂当搁顺着家己的肉体的情欲伫遐来生活，咱爱顺看圣神的引带，为主来活，伫身躯顶悬爱荣耀上帝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姊妹，希望咱会当将最后一段约会来记啊。最后，牧师要用一段影片，这个影片帮助咱来回想。主要说基督的听，而且这个影片较血腥了吼，总是无声音，敢若有音乐，咱做阵来看，耶稣安怎听咱。当你的多
甲来祈祷。我们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主，我感谢你救赎阮的活命。当阮甲兄弟姊妹中间有无爽快的事，主啊，求你怜悯阮。当阮透过今仔日阮所看即段经文，阮来反省。阮虽讲无亲像圣经顶悬讲因缘的事，总是阮伫做做的事物顶悬、代志顶悬，却表现出因缘的感觉。主啊，求你怜悯我，感谢你的上帝，阮知你的救赎带来阮有新的画面。虽讲阮知影。阮拢咧迈向迄个死亡，所以讲，阮知影，阮伫世间的年日，伊阮会做有着侪侪艰苦事，被误会，被无谅解。可是阮若会当，因为安尼是为着主来做的，阮就大大的阿们。感谢天父上帝透过今仔日，互阮无论伫世间处事为人，无论阮甲兄弟姊妹的关系。无论我甲你的关系是怎样，有主搁一遍伸出你大关联、安慰的双手、医治的双手，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体会，透过最后所基督定死伫十字架顶，第三，你对死人中搁活，一个搁真搁活的上帝，永远伫阮的内面。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嘛安慰夫妻。照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用家己甲咱买续转来，咱做伙来回忆上帝话，请去你内面信息285首，我有记好朋友，信息285首，我有记好朋友，请去你。这是咱来奉请书献的时间。
即是我来报告，请咱开周报的第二。办公事项第二礼拜，本周书会李主任、苏婷、蔡依婷、招待书宪陈丽玲、王以乐、献花陈秀珍、会前领袖林慧茹、县市信歌队音控余伟达、台语成人主日学是蒲永雄。本周的欢喜礼拜，书会李主任。敬拜团招待书宪陈丽玲、王以乐，华语新年主礼屋陈家宏。后礼拜办公的事项，书会胡英雄、苏婷、林志玲，招待书宪郭丽珍、江明峰，献花周淑芬，会前领袖林慧茹，县市信歌队音控林星光。在理新年主礼屋李主任，后周的书会，欢喜礼拜胡英雄，敬拜团招待书宪郭丽珍、江明峰，欢喜新年主礼屋陈家宏。咱聚会人数甲咱奉献，咱请咱家己来看。本会消息，疫情的关系，若有居住咧厝的。兄弟姊妹，你是有任何的代志，欢迎紧急处理的，还是身体有无爽快所在，咱请咱甲咱教会讲，通好互咱教会来甲你斗相共。第二点，今仔日下晡1点半要召开定期的公职会，请咱三班的同工副主任来出席。第三点，小会定咧2月19举行会员大会。迄名单搭咧公布栏，请咱兄弟家己来看。若有错误的，咱甲干事提出来订正。第四点，请有认领今年度献花的兄弟，咱开始来将费用来交互干事。第5点，恭喜黄云轩姐妹，是咱中林兄甲玉凤姊的细汉查某囝吼，伫2月2号顺利。生一个查某囡仔，母女均安。第6点，后主日信徒养育的课程的课咱是要看使徒圣经，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邀请兄弟姊妹来踊跃参加。第7点，后主日是地方会牧师的讲道第8次，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第8点。家长是家长成长班，要咧3月7日拜2早起是9点半到12点，来上课。总共有12周的课，欢迎家长到阵来来成长会使甲咱分享的团队来报名。第9点，主礼屋定咧3月12日礼拜4下晡1点半。要来举办亲子讲座。虽然题目是甲儿童主日学较有关系，不过嘛是欢迎各位兄弟来参加。讲师是邓慧文老师，邓慧文老师伊是国小特教老师，嘛是主日学校长20几工，伊家己嘛咧大学咧教特殊教育，所以对迄个亲子教育有真侪经验，欢迎大家到阵参加。咱韩国后面关怀改造的部分，第1点，咱做伙来退梦中传道要伫2月7日接受换新的手术来改造，求主来加保守，互伊一切顺利。第2点，要找疗养的兄弟，廖天柱、陈俊雄、苏美武、林定清、何世林、罗建志、林建志、林德优、金文德、李明霞、罗丁丁、徐建廷、林李美珠、陈天行。住院的有黄英秋、姚卫新、李世林，本店兄弟的妈妈
苦受因，咱为咱遮受苦的肢体来甲伊带动。咱请牧师。弟兄姊妹，我来介绍今仔日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吼，头一位王红雪是王启雪，王红雪，抱歉，王红雪姐妹，甲伊的新妇，咱较国仔来甲欢迎，就是优丽宾馆，优丽宾馆，咱下次当来甲咱的教会聚会，伊是咱即个民芳节，即个。服务的即个长者所以邀请伊嘛是基督徒啦，伊嘛是基督徒，感谢主来咱拢诚做一家人，搁来对伫咱即个秀美姐赖秀美姊妹的朋友萧纯珍、萧纯珍姊妹来，请咱来欢迎，咱教会感谢最好请坐。唔知道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无？第一次来到当中的，举个手，有没有？第一次第一摆，第一次来，请介绍一下，可以吗？方便吗？我已经来第三次，第三次了，然后今天带着我的侄子一起。侄子 OK， 我想好，欢迎，感谢。来，咱特别伫周报顶悬有写着，咱特别有着，当然咱遮课程继续，兄弟姊妹，即马差不多有20-30位兄弟姊妹伫即个咱的教室遐咧上课，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伫个每一个月的第一礼拜、第二礼拜、这2礼拜，用说后礼拜咧上即个主导性兵来真重要的课程，真重要的课程。所以兄弟姊妹，咱踊跃来参加，继续会当去报名，无问题，继续会当报名。咱大家红长老咧上课，伫遐咧上课。咱特别爱为着关怀大道的事项顶悬有写着咱红文乡传道咱文乡节红文乡传道伫拜二即个拜二要来手术。兄弟姊妹，咱要切为来祈祷手术要用伊小弟的心来换，来手术来换做文乡。道的，所以这真重要。咱求主来保守，特别为伊来祈祷，特别为同好就是咱为今仔日开始，逐工为伊来祈祷。咱有一个祈祷组已经逐工拢为遮的兄弟姊妹咧祈祷，所以求主保守。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为咱的红文乡传道伫遮来祈祷。以上咱来报告。方面的部分，请咱家己来看，有订单，咱再来甲监事来理解。即是咱来读咱今仔的经部，高林导览全书第6章第20节，咱做阵来读解，来预备来。因为是用价钱买，所以是苦人上帝。因为是用价钱买，所以因着辛苦应当上帝。咱即时来上言，第511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咱请你来念。姊妹三角平地，对即时比较应色的东西，阿门。
这好那个，我的故意的。